对我而言哦，就好像这本小说不仅是一个家族跟时代的哀歌哦，就是里面借着这个巧巧她如此的坚毅哦，我们如果回头去看所有的母性哦，都在这里头被展现了，不论她的强悍，但是夜晚的孤独，那种护卫着孩子家的完整。那即使她的丈夫要进入另外一个家庭，她还是非常护卫的。那我觉得这个母性是这本小说里很重要的元素。捱會站嚟，佢